婚林的大小大约有1700公顷的温啊，在饲婚药啊。也毋过最近婚药啊却大量死亡，恐惊只通收2成到3成尔。婚林县政府的农业处是表示讲，已经启动灾损的缩保机制，初步统计有超过300公顷是有灾损，会来赶紧安排会勘。农民甲蛤蟆壳拼做伙，准备要提去杀。这款蛤蟆壳拢是拄采收蛤蟆作业的时景出来的。最近婚林大西乡有真侪饲蛤蟆的农民讲，受到前一阵大水雨影响，蛤蟆采收率敢若剩2-3成。有的人无2成咧，死了了咧。咱只草剩2成呢，足可怜的。目前像伊即块咧，底头剩头都3成啦，10了剩老3点尔啦，安尼啦。阮这一架通正常公头伫28000斤到3万斤左右，上正常的就对爱头是2-3万斤啦。像这掠起啊，无超过8000斤啦。有农民表示，进前落大雨造成环境变化，蛤蟆着病大量死亡。勇士地附近的排水系统，佮因为工程或者是当年塌掉咧，致使池仔无法度顺利换水，被困伫池仔内底摊开。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来处理。被转移落来煞水沟啊水，拢无法当流，无法当通水灌水，致使温药死也有一大原因。咱这应该爱政府爱一个机制咱每一年变啊头一变雨落来，温药就开始都死。我们县府最近收到的速报有将近300公顷的温蛤有死亡的状况，所以我们今天收到台气公所的公文之后，将启动3方会勘。婚林县府农业处表示，大西乡放饲的蛤蟆面积差不多1700公顷，即卖已经启动灾损缩保机制，请受损的农民赶紧向公所通报，若有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，会加速认定的作业，减少农民的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